葡萄牙戰勝西班牙奪冠，C朗奪得個人第36座冠軍。喺國家隊殊榮當中攞到3個冠軍，歐洲杯1座2016年，歐國聯2座2019到2025年，而俱樂部冠軍總共有33座。史砵艇呢邊有1座，葡萄牙嘅超級杯2002年，喺曼聯有10座嘅冠軍，英超有3座，06到07賽季、07到08賽季同埋08到09賽季，歐冠有1座冠軍07到08賽季，世俱杯有1座冠軍2008年，足總杯有1座2004年，聯賽杯有2座06同埋09，社區盾杯有2座07同埋08年。而皇馬當中總共有16項嘅冠軍啊，西甲方面有2座11到12賽季同埋16到17賽季，歐冠有4座1314賽季、1516賽季、1617賽季同埋1718賽季，世俱杯有3座2014、2016同埋2017年，歐洲超級杯有3座2014到15賽季、16到17賽季、17到18賽季，國王杯有2座10到11賽季同埋13到14賽季，西班牙超級杯同樣有2座1213賽季同埋1718賽季。而去到祖雲達斯亦都攞到5座冠軍，以甲2座1819賽季同埋1920賽季，意大利超級杯有2座冠軍1819賽季同埋2021賽季，意大利杯總共有1座20到21賽季。而去到利雅得勝利有1座冠軍，亞拉冠冠軍1座2023年攞到，呢個亦都係 C 朗最近一次攞到冠軍啦。而 C 朗嘅職業生涯僅係爭世界盃即可實現全滿貫，你認為得唔得呢？